我是一个山西人，机缘巧合吧就过来了。上趟了，我再加点五花肉啊。这位来自碳水大省山西的小伙，已在淄博定居2年，深夜加班后，常带女友来吃。小饼几包？现在3包吧。来这边还找到了爱情，我可能比他们这边很多人都重口。大腰子卷上五花，然后我再穿2个生蚝，卷到一张饼里吃。他们没人这么吃。被爱情加持果然彪悍，但这种吃法并不推荐。让我们复习一下经典的步骤：先放芽葱，再放五花，挤上辣酱，卷成桶状，霸气地撸下铁签。如此整合才够淄博。